上8点50就没睡过来。哎，看看我这个手机，哎，惨了，我这个支架没拿的嘛，我搞竖屏直播的没有支架了。就是啊，这气候下，那边西边村那边也没下。啊，差不多，就像你进去开这边开还是？没有。这还有来了吧？哎呀，还羡慕住啊！哦，对了，我马上还在云南买东西嘛。今明年我给你买东西，买个小礼品。是吗？我也会吃，也不是，就是我们给你买个小礼品。我是给你送个小礼品。今天忙，现在是3个人搞忘了，买的时候都走的时候搞忘了，我买了。哦，好久没吃这个。是什么00后中华出吗？啊，可以。就是知道吧？擅长的时候出，不知道你介不介意？知道吧？因为你今天也是擅长的时候出，今天晚上也是擅长的时候，从8点50左右吧。也就是要最后1首歌的时候慢慢出吧。做的很细，我不知道发消息了。你看吧，他的体育学院太难了，这是200米，大瘦，大胸。康复吗？啊，你好，好久没，很难得一个好朋友看见了。他说你好久没来了吧？觉得好久没看到你了。罗马那边是不是要去啊？罗马，他们有时间人比较少，好像。杭州也是悄悄咪咪说。
耍哈，有我说2号，我昨天不要，今天3号多。那今天3号多问他有没有人不来的，他都要来。但是下雨了之后他们都不来了，因为我3号今天不跳，好就不来。所以看哎，后面说要来呀，小雨没回哦，小雨来吧，来到那个地方。真是不敢输了。看吧，没来嘛就直接去把那个手很快去。要最多2炸鸡不得行。这个刚才听到说哪意思嘞？发邮件算了，邮件没看聊天会发。那个比赛，今晚上打算那个比赛？海淀吧。哦，那个他是每年都有搞的耍，2天。今天就新比赛，今晚上打嘛。你说那个商场路一个吧？不知道，我也没去过。你关出来是吧？你不看了是吗？没时间去看噻。晚上就出来了吧？我暑假冬，暑假冬那个有啊。对，水嘛，没关注那个。他以前是练是晚上都出来跑的，出来去那个耍。这个是我们商务吗？商务。哦，那个商务。待会儿可以，我给你发吧，你那个我3圈了。没得事情干噻。
把路灯整去，把路灯整去了，好啊！我那个。会发邮件嘛？实际是应该他能上财务处才行。Nación cambia, se dijo.
克制自己吧，不然的话就打麻将。还是来了啊！加油！还是来。这个是罗马的。这个里面也可以跳了。到罗马那边也可以跳。日出的地方。在中的妹妹在跟他直播。
是比较胖啊那个。哪木娃？哪木娃？娃娃来了！哎呀，好难得啊！这个颜色，每一种颜色都有。
这圈圈看小罗。换下。还有20分钟。Para
有点长哦，7、8分钟。这不错吧？这个翅膀我当看。强暴取胜，这个是三兄弟强暴。水月季吗？啊，对啊，马上就结束了，先下雨的吧，因为开工资嘛。
到生养马，活。养马。养马，他们来的，特别是康州，一个老康州，一个年轻的康州，这个绿衣服是老康州，红衣服，深红色的。可以拿去，
居然破不散，有一点。还有枪上三兄弟那个也是，有几首歌曲都是新的。金川国中吗？不，这个灯子都跑那边去干嘛？哦，直播吗？新歌吗？新歌吧？对。这个。看看这个好不好？这个好不好？这个是。这个是丽丽的。一个丽丽，红色是丽丽的。啊。它其实要的是另外一种颜色，没得货了，它卖光了那个颜色。昨天3把火对，昨天他3把火炬他卖完了，就只有没有。这个是的。哟，我。
么金川锅庄嘛。这个货还不算9的股了。9的股你送得了，有点晚了。就要送啊？不能送吗？不，9的股了。真紫色的。照片我就随便给你加工了啊，我两个都不一样啊。这样送也可以吧，反正就是结束的时候，一次过送的。啊，刚好合适。对。今天穿的衣服又不一样，那天穿一个，我说提这儿，你穿一件。厉害，那个，行。那等一会儿。你要拿去刷吗？拿去玩吗？可以取下来给贴了。戴到头上也可以，可以取下来那个电池也比较久那个。他那个花主是昨天已经送完了，这个花不够，很多都昨天不是过节嘛，都好多都没得了，然后就改我他那个自己组合了，好多缺货了，深红色那种，红色的、深红色都没有了。你挂的是？对的，本来可以随便的用，他那个可以随便的用。他在搞笑。当然还去练舞他们。他们要练舞哦，不是他们团队。这个是那个方小姐是那个，对，他还有好有名的助手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是可以，反正真的。谁嘛？就是还是那个方小姐，对他今天跟我说了的。走吧，拿票了结束了。不近了，这2姐妹，他能跑过去了。他那边嘛，你说，他跑哪去了？哦，那是吴京的嘛？错了，吴京拿了那个灯泡给这个贵宾。来过来你面前给你贴一下嘛，对啊，之前还没有单独给你拍，你两个全是一起的。来，拿走，啊，有吃的啊，里面有吃的。吃的不要。不要啊，全部要。吃的不要。其他都要你。吃的不要，这2个要吃。走啦。这个歌还挺鲜，可以帮忙啊。反正是一家人嘛，他们都是家人，有个的嘛，家人。他们王清的亲戚，他们男姊妹。那个曲拉是另外一家人，曲拉他们这2个是亲姐妹，刚拿错上把戏是亲姐妹2个，那曲拉是另外一家的，她表妹。还不知道曲拉回去上学没有，因为我那个徐威人要下个月要去玩1个月，他辞职了嘛，然后也不在那个公司干了。我说你去当摄影师，公司学艺有没有成就啊？有没有成果？是不是技术已经学到位了？他说好像没有学东西，他主要是跑去搞销售去了，搞电商销售。那天晚上不是跳你们跳1舞吗？那天晚上，就是那个人说你们跳非常好，然后我不是直播嘛，对啊，我发了好多嘛，你们那个我都发了3段，你们跳了一个好像6分多钟吧，6、7分钟，6分钟有6分钟，对啊，6分多钟，然后就觉得跳，我说1舞好累了。我们去楼上拍个照片了。
好吧，走吧。你们单独的照片是没没，基本我拍的全部是他们合影的，我3个的，有3个4个那种。2楼嘛，2楼都可以。3楼也可以，随便。反正那边有灯泡的，有灯泡。2楼上都可以了，随便。老弟不去吗？他让这个我了。香不香？问一下。2楼。你们那个还放3楼去干嘛3楼？2楼就可以吧？不是吗？不是3楼没有灯。没灯呢，那就2楼吧。那走吧。那拍个照片就可以了呀。我给你送拍，来，放过，随便拿一个。放过，坐吧。快点拿。不要这个放在那。去。多少？一个这个哦。有点重吗？有点重吗？太重了。里面全部是就是吃的，全是吃的。来，我们从那边过来。单独一个走吗？我拿个脚。你们一起走也可以，一起走然后再单独走嘛， OK。好吧？等一下，这样吧。没事，我这都随时都拍了的。什么？来吧，走吧。来呀，阿弟。啊，掉了这个，这照片掉了。一点。就这样。卡片把它卡到里面。没有哦。阿 Kiki，这个什么意思哦？他说啊，这什么意思？走吧。可以讲话。可以。可以。别找观众。在这边嘛，因为那边刚刚有人，等一下啊，这边走吧。这个不应该吧？对吧？你过来吧。这样，咱们俩这样子。你高度差不多。等下我再高一点。好，可以，走吧。可以。然后单独拍吗？有单独拍一个吧？两个人一起拍嘛。你们都是你们全部都是合影的，或者一起的。可以单独嘛？单独走一个嘛？背景高过来的，你他们好去背景，拍个照。你们全部是那个。全部弄那个照片。照片吗？对。等一下。看前方，继续走下去，走。回头。好，可以。好，继续走出去，对。好，看前方，对。对，走过去，很好。对，走。好的。OK， 可以。好，第2位。好，第3位。好，第4位。拍一个。
我靠，忘了，今天钱没给那个花店了。是板的。
下我跟你说了的，还在打4层。那哪天我去看过了。这边的房子贵哪了？就是学府，那帮学校好一点，要好一点。那边金沙那边都比较贵，因为房子比较新嘛。我们上完换那个叫啥？还一套房子90平，那是私立房，才82万。那地方啊，现在2万5。对，现在那平2万5。能够卖就最好卖掉，因为能够卖最好卖，挂了卖了。哎，不是，因为以后经济根本就不行，以后不行了。你说这对不了，他们的福利房，我们儿子他们单位的福利房，能够卖最好。如果有产权的把它卖掉，有产权呀。现在慢慢都能卖，把挂上全卖的。因为以后中国经济肯定是回不了的。因为你各方面，你想那个生育率啊、就业啊，还有就是人口下降的经济方面肯定不行。所以能够卖掉都是任何时间都最高价。你现在人家开拓东边，开拓东边和北边。东边还是比不了。我知道嘛，他们窗远对着了。东边那个太稀了，然后房子小区之间有些那个绿化呀，不是绿化，就是有些铁路太多了。铁路太多了。他不要说，人家北边那个北站将来开通以后啊，不行，是不行。北站开通也不行，那地方要扒呀。我知道已经把那边赔款3万多，3万2一平米。我不知道。所以现在那边赔的都是，慢慢都修了嘛。但是你那边北边那边只有做批发，就西边南边哈，就环球中心那一带，金融城这一带生意好一点。对，那房贵的。你要买房子的话，还是没必要。任何时候那不是像我们这，他是单位人家福利房，你不买白不买啊？那地方现在西三环2万5的房子，能够卖最好，最好兑现了。2万5，人家给你90平才82万，给你再挣，你不要吗？这7、8千块钱，对，可以。但是你拿到之后，你要转卖的话，你没卖多少钱。这是我们儿子是咱管不了，人家才开始装修嘛。反正房子是任何时候最卖最好。对。哪个？是这个戴黑帽子的。戴黑帽子的是被卖嘛？啊，洛桑有弟弟嘛？洛桑弟弟啊？对啊，你看是不是？我没确认啊，有可能是。我也不认识啊。等下转过来，我告诉。这不认识。好像是哦，好像是啊。就是。哎，不是。是吗？哎，就是我看这面孔呢。就是可以买，他没有抖音号的啊，他不玩那些。刚周末来了，没见周末来。我母啊，你做来没？我母报名没报上。他们在团里面通知嘛，等他报名的时候，他人员满了，听说了是。找瑞的票去，找瑞，我想问瑞去不去？但是把哪个去？你把他拿过去。对啊，他如果去的话，就把他拉过去吧。我知道瑞去不去？他因为他要教学嘛，他在成都教幼儿学中国啊。有啊，借我一下。这还可以，60%、70%。
他不得跑，他要把它顶到。19个，不吃些，我吃了饭的，我吃了饭了，我吃了好了，我又去买了个凉拌的菜，我回去我又煮了个汤，然后回来还有回锅肉，昨天回锅肉没吃完，然后热了哈一大堆，又买了70-80块钱拌菜。现在外面的凉菜太贵了。对啊，料就买料级的，都很多，它一斤都是100块钱左右了，现在很多。但是这些半斤90啊。我之前都准备跑那个菜市场去做凉菜了。我想到自己做干净一点啊，做那个就是少做几样，比如说。现在卖凉菜的，现在一般说菜市场的凉菜味道不要太差，一般是说得过去，一般有很多人吃。对，有定点的，他也吃一回他吃完了。因为一天运营，他不只是那种有农村里面的大头上那些啊，你要卖卤菜一天都要卖3-4千啊，3-4千的运营的，你算别人这儿30个人都要赚好多。卤菜不止啊，不知道啊，你说你卖少人嘛，这味道。这中间你把暖手宝都省了。对。就是现在的卤猪头肉嘛啊，他在市场上去拿的那种整块的猪头肉，然后卤下来，它有些是分开的，还是新鲜的，差不多12块钱一斤。它卤出来卖你37、40块钱一斤。对啊。还有生蚝。点赞可以增加人气啊。点赞越推荐的是吧？对，就点赞越多，然后它推的人越多。流量，以江苏50086。它被超流吗？流量降了嘛？是不是降了嘛？那被降说不会超前吗？应该不能，我也不清楚他报菜不知道。等他转过来的时候跟他说一下。你做那个上网的可以，到时候查 APP 查一下。万一有些他用超了之后算很贵。对，很贵那种，他准备超的没事。这也是坚持嘛，然后报完了之后回去再查，也不在乎那点儿。炸西和拉错回去了，这个有一段，还有4段。金川锅庄，他们老四没来，永吉嘛没来嘛，不承认他会，金川他肯定，永吉肯定会。应该去哦，这团长都来了。看了一下没人了，团长他不一定要调，你看有落商也是啊。现在做凉菜其实要求没那么高。有一个20年的凉菜师傅给我说的，只要把味精和盐吃够，你把为了那个凉菜你煮的时候，把那个这不是灯来了，刚才来了又跑了，号称弹簧嘴儿。他说只要味精盐还有弄干净了，煮的时候把腥味给压下去，没有腥味拿出来。主要出腥味。对，只要腥味不是压住了，其他的弄出来绝对好吃。对，他做了一个，我老婆做也做得好，以前都没弄过的，都做得好。现在凉菜只要就那么几个方面做出来就好吃。价格很贵，以前我们在阿坝州牦牛肉都才好几斤嘛，牦牛肉它的内脏我们那都不要钱，2点都不要。我自己凉拌，吃不完那些酒味。那个时候凉拌的，在我们成都卖50-60块钱一斤。给我吧，给我。很正常嘛。就是现在他们那个阿坝州那边牦牛肚那些很便宜嘛。就像他们那边卖那个新鲜牛肉才30来块钱一斤，对啊，你卤出来都80-90上百。他们有些就是那边买的，经常有联系到客户之后，他们每天很多做烧烤的，他们做那种很国际，他布置在那儿的，
你看到他没有多少人去吃饭啊，没有多少人去吃他的串，但是他的店他又维持得走，又能把工资给发了，他还能赚点。我过去干嘛？这边这样对着那边光线光，那边逆光，对，那边逆光的看的是暗的，这边看的刚好。真的吗？对，你试一下嘛，不用试着看到。你去开嘛，我不知道怎么开嘛。推也推过来了嘛。他想坐在车上，问老师嘛，为什么？他就在这里。你问老师嘛。你把骑你天天喊他骑过来嘛。你叫他去。他是不是应该限流了？应该限流了。买东西的吗？哦，这只卖东西。没有，我说了，刚来了他就跑了。买东西吃的。哦，难怪没人了，限流了。他在吴京的直播间限流了。什么情况嘛？不是那个限流，是流量限流了，卡了。对，卡了，不是那个。哦，那我好拍一下啊。我说怎么一下没有？美女吃不下去，刚来了。他买的东西，哎呀，是。买了啥啊？几点做？10点钟不到。哎，后面那个嘛，明的嘛。这个吗？啊。这个。啊，踩嘛。拖一下。哎，对。你没骑过车吗？没有骑过这个。你骑过摩托？声音有点像雨涵的声音，带种妹妹。你不是？你把这撑一下啊，撑过来。千万不要做。那个是弟弟叫德麦，德国的德麦车麦。把流量用完了。充钱。他不关心那些，这里上网。无所谓啊。反正明天再说吧，回家了之后再说。他今天都不管了。哎，知道了。手机没流量了。这会儿退了，不知道了啊。小喽，英左，然后这个是门卡，这个是赵小璐，这个是赵西，这个是德麦，这个是三国级，这个是曲吉，这个是邓芝，这个是罗桑，这个是周马初，这个是雍真，你能数一下多少人？这还有2个没带票，还有吴京。拉错在中间，现在转一圈多少？你数一下多少人？吴京1个、2个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个、17个。这个要赚钱，只有拉错会那个，还有一个抓西会2个会。他们这个金川国队有4段，第1、2、3、4段，4段。走了，你跟那忙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这些就没办法了，摆龙门阵了。德麦嘛，德麦。
不是这名字，本子什么？对，是这个项目。他们店上有专门卖的那个，反正你一壶的话20-30块钱吧，你可以随时续杯呀。水茶和奶茶，水茶还可以吧。我们来报吧，报吧，我要报。这是第二段，刚刚那第一段应该有4段。又看那个大龟龟儿，你喜欢它吗？你听吗？喜欢吗？你不想去？没来呀，没来。你是毕业的吗？已经？那球局什么都会。洛洛一般看一遍就会了，基本上他专业的嘛，就像球场错一样，看一遍就基本会了。年轻人嘛，20多岁很正常啊。究竟你在干嘛？这第二。
躺在外面也在叫，外面围观的也在叫。对，还没跳。先投这边只有扎西和他们跳，对，扎西的哦，拿错了也会跳。先坐着。哦，关机了，这个手机关机了。他关了，没电了，他不播了。这硬座的。我在中间，高兴一回啊！下！小拉不是白货嘛？我真的没有开玩笑，他们还在这个。谢谢分享直播间，我们分享直播走起来，谢谢大家。咱们没有点关注点，想关注谢谢。关机了，可以了。他没开。可是你是这样的，对，你是这样的。看一下那个。豆腐。豆腐，那个，你看那个吴京嘛，吴京的卖豆腐的动作。这个是本质是那个豆腐的动作。那老六他们那天表演那个就是。点了吗？有点吗？有点。女生节日快乐。下个是群里面的吗？没有单独。抖音里面不能发红包吗？抖音里面没有。
左右吧，反正2段就将近8分钟左右。那天在你们在那边跳的将近8分钟左右，4段的话呢更长。这个全场应该有15分钟吧，有。电瓶车倒了。这个新的段。看错了。还有一个。4个，到合在一起多少分钟啊？好。你说阿英的吗？啊，我听到声音是阿英那个。对。阿英的主播词，不是主播词，总结的，在婚礼上讲话。第4段。在旁边是只有狗狗，只有狗狗，只有这个，只有他，其他没有。你们他承认是吧？旁边只有这边哪里？旁边只有他。是。我们俩一起跳过桩好不好？一起跳过桩。可以，也。一起跳。老家是哪里的？小李哥哥哥。老家是那个。成都，应该说成都。我们就从小家就住在集会中心隔壁。对，集会中心就是我第2个家。
会吗？那第4段好像是。好长啊！这4段跳完不晓得好多分钟。好，回家了，家人们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好。 10点半，10点35。是那个我好像见过这个舞蹈，是金川的舞蹈。金川的舞蹈。对诺诺来说好简单嘛，看一遍就会。背上我的行囊，走在那个带中的妹妹叫。我呀，当好好学一下。带中的妹妹叫养鸡，还有个躲鸡。